大家好，歡迎收聽唔係亂講嘅細細聲講你聽系列，我係港仔。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重磅消息，一個足以令你重新審視呢個世界運作邏輯嘅消息。如果我話俾你聽，人類其實已經掌握咗永恆能源，同埋已經揾到可以治癒所有疾病嘅方法，但呢啲技術嘅持有人，佢哋都一個接一個咁被消失，你又信唔信呢？喺2026年4月20號，一個喺 UFO 研究界、靈性科學界被譽為教父級嘅人物 David Wilcock， 好不幸，佢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而終年係53歲。根據官方所發佈嘅時間表裏面提到，一個自稱係 David Wilcock 嘅男人喺20號朝早10點44分曾經聯絡過博爾德縣通訊中心。而通話過程裏面 David 聲稱自己需要離開，行到去屋嘅左手邊，然後佢又再同對方講咗一啲有關自己健康同埋財務上嘅問題。最後警方喺11點05分目擊 David 喺自己屋企門口開槍自殺。呢一切就咁聽落去又真係好似好合理咁，但最奇怪嘅係，其實 David 喺生前最後嘅一場直播係提到佢認為自然死亡先至係唯一嘅出路，而任何其他嘅死亡方式係一件好愚蠢同埋唔可行嘅事。咁到底一個口口聲聲話自然死亡先係唯一出路嘅智者，點解又會喺短短嘅48小時之內就完全推翻晒自己成世人嘅信仰，仲要喺警察面前上演一場咁諷刺嘅結局呢？如果你了解 David， 你就會知道呢件事到底係有幾咁荒謬。因為佢唔單止係一位 UFO 專家，佢更加係一位熱愛生命嘅靈性導師。佢亦都曾經喺無數次嘅演講入邊提到，人類嘅靈魂嚟地球其實係為咗學習愛、慈悲同埋服務他人，而自殺係會導致極其嚴重嘅靈性後果。咁一個窮盡一生去揭露真相、深信生命係帶有神聖使命嘅人，到底點解會喺毫無先兆之下突然間選擇放棄一切呢？呢件事基本上可以係話同佢一貫嘅價值觀完全係背道而馳嘅。仲有一個極之奇怪嘅位，就係官方公布嘅嗰份時間表。講真，成件事就好似係一場俾人精心設計出嚟嘅劇本咁。根據記錄顯示， David 係喺朝早10點44分打去俾博爾德縣通訊中心嘅，然之後 David再同對方講自己將會離開，行到去屋嘅左邊，同埋佢而家自己正面對緊健康同財務上嘅問題。而喺11點04分嘅時候，當 David 同接線人員講完最後一句好抱歉要大家經歷呢一切之後， David 就收咗線啦。我哋可以想象一下當時嘅嗰個畫面。當時 David 收咗線之後，竟然係冇選擇直接原地開槍自殺嘅，佢係足足用咗25秒喺屋入邊行出去，再慢慢揾個位坐好，然後仲要較啱時間等到警車出現喺佢視線嘅嗰一秒，佢先開槍。咁你話呢一種咁令人窒息嘅精準度，會唔會似係一場被精密計算過嘅現場直播，多過似一單普通嘅自殺案件呢？好啦，再講返 David Wilcock 死前48小時嘅嗰場最後直播。直播入邊 David 神色凝重咁同大家講，佢認為能夠每日生活喺地球上係一份禮物，而佢對於近幾年有科學家不斷離奇失蹤呢件事，佢係覺得好恐怖同震驚嘅。大家可以諗下，一個研究咗 UFO 同深層政府幾十年，咩大風大浪都見過嘅教父級人物，到底點解會用到震驚同恐怖呢啲字眼呢？而 David 提到嘅嗰班頂尖科學家到底又係咩人嚟嘅呢？要解開呢一個又一個嘅謎，咁我哋就要由2022年6月第一位女科學家 Amy Eskridge 開始講起。Amy 當時係一間航天公司嘅創辦人，同時佢亦都係研究反重力技術同 UFO 嘅 NASA 科學家。正常嚟講，佢嘅前途絕對可以話係一片光明。不過2022年6月11號，呢位正處於事業巔峰嘅34歲女科學家，竟然被發現喺阿拉巴馬州嘅屋企死於槍傷，而官方好快就判定咗佢係自殺。
但係根據2026年4月23號 News Nation 嘅最新消息，呢單案背後係隱藏咗一啲極度恐怖嘅事實。一位前英國情報官員 Frank Milburn 公開咗 Amy 生前 send 俾佢嘅秘密短信。Amy 喺短信入邊斬釘截鐵咁寫住：如果你見到有任何報道話我自殺，又或者係服用過量藥物，我絕對冇咁做過。咁好明顯，呢一個就係 Amy 預先為自己寫好嘅保障聲明。而 Amy 生前仲提到，佢懷疑自己被一種叫做定向能量武器嘅嘢攻擊。佢甚至乎係影低咗自己對手有唔尋常變色嘅相。咁點解佢會受到咁樣嘅對待呢？相信係因為佢所研究嘅反重力推進系統。只要呢項研究一旦成功，就將會令嗰一啲仲係用緊傳統化學火箭，又或者係每年賺緊天文數字嘅能源大財團同埋航天大佬，都會瞬間咁失去所有嘅生存空間。簡單啲咁講，即係我哋可以唔再需要依賴石油，同埋唔再需要交電費。呢種技術對於大眾嚟講，絕對係件好事。但係對於嗰啲掌控住全球能源命脈嘅大財團，又或者係想壟斷勢力嘅人嚟講，呢個簡直係毀滅性嘅威脅。不過 Amy 嘅死其實就只係一連串大清洗嘅序幕，因為除咗佢之外，現時嘅失蹤同死亡名單上邊已經再增加多10位頂尖人士，例如係78歲嘅美國核武實驗室退休員工 Anthony Chavis， 同埋48歲嘅國家安全園區員工 Stephen Garcia， 仲有就係68歲嘅退役空軍少將 William McCaslin。 而佢哋3位都不約而同地喺2025年只係帶住支槍，咩都冇拎就人間蒸發咗。仲有一啲就係離奇死亡，又或者係失咗蹤，但係手提電話俾人發現嘅時候，竟然電話入邊所有嘅資料都冇晒。據講，其實呢11個頂尖學家，佢哋全部都係涉及2個極度敏感嘅領域，就係量子能源同埋非人類生物 DNA 編輯。簡單啲咁講，呢班人好可能係已經掌握到點樣唔需要用石油都可以發電，同埋點樣用外星技術去改造人類。而有一啲相信陰謀論嘅人，更加係認為，一旦呢啲秘密曝光，基本上全世界嘅能源大佬、銀行體系，又甚至乎係大藥廠，都會喺一夜之間崩潰。因為如果人類唔會再有病，又或者係我哋以後都唔再需要交電費，咁呢個世界嘅舊有體制就再冇理由去控制人類。即係如果人人都可以長生不老，而一切嘅能源又可以免費任用，咁你話又點會有人再願意日日都乖乖地咁去返足10幾個鐘頭工呢？其實呢班科學家佢哋所研究嘅根本就唔係普通嘅科技，佢哋研究嘅係人類未來嘅寶藏。但係對於嗰啲坐喺權力頂端嘅人嚟講，就係可以令佢哋瓦解嘅致命武器。而 David Wilcock 喺最後一次直播入面會講出嗰番說話，好可能係因為佢知道呢一場大清洗已經燒到埋身。雖然佢生前一直講靈性同講覺醒，但相信佢點都冇諗過喺佢覺醒之前，黑暗嘅反噬會係嚟得咁血淋淋同精準。官方話 David 係死於健康同財務問題，但係一個掌握住咁多真相嘅人，又係咪真係會為咗區區銀行戶口入邊嘅數字而走去自殺呢？好啦，講到呢度，唔知你又覺得呢一切係純粹巧合，定真係有一股隱形嘅力量正喺度進行緊一場針對真相持有人嘅大清洗呢？而你又覺得 David 同埋嗰班科學家又係咪真係知道咗一啲我哋唔應該知嘅秘密呢？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仲有就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 share 埋俾你身邊嘅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啦。Somehow love still found the light. Not everything has lines to cross. Some hearts just blooming quiet.